第三種句型是愛喊愛，愛喊愛，要還要，要還要。比如講，種花愛淋水，喊愛落皮。種花愛淋水，喊愛落皮。種花要澆水，還要施肥。種花要澆水，還要施肥。種花愛細心細意，喊愛耐心。種花愛細心細意，喊愛耐心。種花要謹慎小心，還要耐心。種花要謹慎小心，還要耐心。環境愛嗆你，喊愛鬆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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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環境要乾淨，還要舒服。環境要乾淨，還要舒服。哇！真緊先本大家，先本這個掌聲鼓勵，恭喜完成今本個課程了，真緊動聽，動尾動三批啦哈。今本個演繹片哈，真緊係小個了解知識，本大家了解到種植物唔單將係淋花、淋菜、淋水，曬日頭，還有當多奶子要去注意到哈，還個咧曬日頭嘅市場，要去注意到，唔單將安尼哦，平常時你係講種毛樣樣嘅植物，還要去照顧到佢落嘅皮係哪種皮料，希望大家再去就做得搭上，就做得做一個人工嘅綠手指，搶數字工誒，種出好看又強又鬧嘅植物了。下個苗路學業，你漢拜將來了了，我係阿忠哥，拜拜。